譚小環老公嘅法拉利車牌有個6字，係因為小環6號生日，即係揸車都掛住小環啊。車係男人嘅第二生命，更可以用嚟示愛，好似許晉亨同李嘉欣結婚7年都咁恩愛。架車仲用兩公婆嘅英文名字頭組成，簡單得嚟有霸氣啊！至於大樓出名多車，車牌仲好多意思添，有 I miss you， 又有 I love you too， 憑車牌向女友寄意啊！而結婚即將10年嘅徐浩瑩，佢同 Eason 都好拉用車牌嚟表達愛意。Eason 係7月27號生日，徐浩瑩就係3月7號生日，所以佢哋嘅車牌都用數字7。至於英文字頭就 HY， 就係浩瑩英文簡稱啦。最尾嘅數字係0，原來係代表阿女康提嘅乳名爆爆。一個車牌集合老婆同個女，Eason你係得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黃子晴 Adrian 啊！我手上面個袋係咪好靚呢？嗱，只要咧買嚟緊嘅福州咧，就會送一個咁靚嘅 Zumodi Chisato 袋噶啦。今個夏天咧一定好好用噶啦，因為咧佢仲有黃色啊，今期興黃色啊，記住快啲支持啦！